呢度係元朗舊墟嘅其中一條街。嗱，你唔好睇小佢噃。喺300年前，呢度店鋪林立，人來人往，係新界北部一個大墟市嚟嘅。其實喺300年前，呢度先至係真真正正嘅元朗中心。喺上一集，我哋好簡略咁介紹過新界幾個墟市嘅歷史同埋組織。為咗令到大家對墟市更加了解呢，我今日特別揀咗元朗墟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元朗墟唔單止係昔日新界最大嘅墟市，而且係唯一保留昔日墟市面貌嘅地方。所以我希望用元朗新舊兩個墟做例子，可以推想一下當時新界一般墟市嘅面貌。設立一個墟市係有幾個先決條件，比如話交通一定要方便啦，墟市嘅所在地一定係廣大而富庶嘅農業地帶啦，墟市附近嘅鄉村要多啦，農產品又要豐富啦。而元朗可以話係具備以上幾種條件啦。由於佢位於新界西北部大平原嘅中心，所以成為附近村落嘅農作物集散地。加上交通方便，除咗陸路之外，仲可以由水路經深灣直嘅，所以遠至深圳嘅人都運貨落嚟元朗墟嗰度賣嘅，所以元朗就成為新界最大嘅一個墟市啦。呢間就係元朗嘅大樹下天后廟，裏面有一塊重修天后廟嘅石碑，睇碑上面嘅記載。我哋知道元朗喺300幾400年前原本係一片汪洋大海，漁船可以直通南坑村，而18鄉一帶更加係水多於地，人煙罕見。後來水上嘅漁民因為信仰天后，就喺呢度起咗一間細嘅疍家廟嚟祭祀天后。經過幾百年，呢笪本來係人煙罕見嘅水崖荒地，就逐漸變成人口眾多同埋富庶嘅耕地啦。而呢間疍家廟經過幾次重修同埋擴建，就變成而家嘅樣貌啦。後來呢度更加成立咗大橋墩市，大橋墩市相信就係今日元朗舊墟嘅發源地啦。《新安縣志》裏面所記錄嘅墟市當中，有大橋墩墟呢個名嘅。重修天后廟嘅石碑上面更加清楚記錄：清康熙8年，大橋墩市場改遷元朗。呢度所提嘅元朗，相信就係元朗舊墟啦。康熙8年至到而家，一共係315年，亦即係話元朗舊墟已經有315年嘅歷史啦。元朗舊墟位於南邊圍同埋西邊圍兩條村中間。以往深圳嘅人搭渡嚟趁墟，往往就喺呢度嘅渡頭上岸，經太長街直入而家嘅防洪渠，行去舊墟入口噶啦。聽講以前舊墟一帶嘅地都係屬於錦田鄧氏家族嘅，後來因為鄧氏家族篤信風水，認為一姓人唔及得多姓人咁興旺發達，就逐漸將呢一帶嘅土地賣俾外姓人啦。不過由於舊墟嘅墟主仍然係錦田鄧氏，所以當時鄧氏嘅勢力係好大嘅。
以前舊墟有東同埋南兩道墟門，而家我哋仲可以隱約見到呢啲墟門嘅遺跡。舊墟一共有3條街，以呢條長盛街最長，直通義帝廟。由於呢條街有幾間鋪頭煮糖嚟賣，所以又叫做糖街。另外2條橫街比較短，一條係利益街，另一條係有好多鋪頭釀酒嘅酒街。通常每個墟只有1間廟，不過呢度就有2間咁多，由此可以證明當時嚟趁墟嘅人係幾咁多啦。呢間大王古廟係紀念城隍嘅，喺乾隆年間建成，起碼有200幾年歷史㗎啦。聽講以前呢度除咗祭祀之外，有時仲用嚟審判犯人嘅。隨住舊墟嘅沒落，嚟大王古廟上香嘅人亦都少咗好多。舊墟嘅另一間廟係位於長盛街嘅街尾嘅義帝廟，佢嘅香火比大王古廟鼎盛。呢間義帝廟係紀念北帝同埋關帝嘅，歷史比大王古廟仲要長，相信喺立墟嘅時候已經喺度㗎喇，起碼有300年嘅歷史。通常一個墟嘅公稱都係放喺廟裏面嘅，不過元朗舊墟嘅公稱嘅下落就冇人知道啦。舊墟喺全盛時期有成100幾間鋪頭嘅，而家雖然有好多變成住宅啊，不過建築物仍然保留返傳統店鋪嘅特色。以前嘅鋪頭喜歡將要賣嘅貨品陳列喺呢個石躉上面，生意淡嘅時候就只係打開呢幾扇木門嚟做買賣，到墟期生意旺嘅時候呢，先至打開旁邊呢道大門。舊墟裏面最具特色嘅鋪頭就係呢間古色古香嘅當鋪啦。雖然好多年都冇做生意，但係仍然保存返當年嘅樣貌，置身其中簡直有時光倒流嘅感覺添。當鋪裏面嘅面積相當大，同時由於收藏嘅物件比較貴重，所以進完押嘅保安設備係相當周全嘅。嗱，好似呢啲結實堅固嘅趟籠式大門呢，平時只係上中間3條木柱嘅啫，有盜賊嘅時候就會關上所有木柱。呢啲竹排亦都有防盜作用㗎噃，即使土匪鑿穿外牆，仲要設法穿過啲竹排先至入到屋嘅。啲竹就好容易裂開，不過就唔容易斷。嗱，呢度仲有更樓可以放哨同埋防守嘅。呢啲一排排嘅木架係用嚟存放典當嘅物件嘅。伙計先將物件用紙包好，再放喺木架之上，然後就用傳家簿記錄佢嘅位置，以便將來客人要贖嘅時候容易揾得返啊嘛。掛喺牆上面嘅係以前火燭時候用嚟救火嘅水槍。喺當鋪後面屋嘅樓上仲有一個谷倉添噃。以前一定要有足夠嘅本錢先至可以經營當鋪生意嘅。我哋睇呢間屋嘅建築規模同埋陳設，就可以推想到呢度嘅主人一定係相當有錢嘅。嗱，因為有呢間當鋪，我哋就知道舊墟以前有典押業啊。咁究竟舊墟以前仲有啲乜嘢其他嘅行業呢？
咁咧就如果講舊墟嚟講咧，就係而家我坐嘅位置嗰度咧，呢個叫南門口啦。呢個南門口裏邊咧，以前咧就係賣穀嘅，賣穀咧呢市集啊、元朗嗰啲人啊、耕種人咧攞到啲穀嚟呢度賣。而墟裏邊入邊咧就有菜鋪啊、豬肉鋪啊、補鞋啊、南磨啊、其他嗰啲啊油啊、糖啊、種麵啊，其他有啲養啊豬啊咁樣，仲有劏豬啊，其他嗰啲情形嘅。咁而東門口嗰邊咧就係朝頭早咧。就係有啲人咧賣魚啊、肉啊、其他嗰啲手工藝啊、嗰啲其他嗰啲所謂食嘅嘢啊、用品啊咁樣。咁咧而東門附近嗰度咧就舊時有個俱樂部，嗰個俱樂部咧就係好多啲人咧就冇埞消遣咧，多數都集中晒喺嗰度嗰間俱樂部咧，賭下番攤啊、保智啊、牌九啊、其他咁啊形形色色啊、飲下酒啊咁樣嘅。舊墟喺以前咁繁榮，點解又會逐漸式微變成門庭冷落呢？理由好簡單，喺1915年新墟成立咗之後。因為佢嘅地點更加適中，面積又大，可以容納更多嘅店鋪，於是就變成更加吸引。當時好多喺舊墟經營嘅店鋪都搬去新墟繼續經營，於是舊墟就一蹶不振。今日嘅舊墟，除咗有幾間鋪頭仔同埋2間古廟之外，剩落嚟嘅都係一啲傳統嘅古老村屋，變成一個都幾有特色嘅古老住宅區啦。由元朗舊墟嘅南門直出，過咗呢條橋，再向前行5-6分鐘，就到達五合街，亦即係元朗嘅新墟。新墟之所以成立，其中一個原因應該就係舊墟嘅地方唔夠用啦。而另外一個原因，聽講就係呢度嘅習姓人士不滿呢度嘅大族長期壟斷舊墟嘅市場，於是就另起爐灶，合益公司就喺呢個情況之下成立㗎啦。合益公司本來係設喺新墟嘅合益街嘅，後來因為唔夠地方用，接搬到而家嘅大棠路。喺69年前，元朗6鄉為咗籌款建新墟，於是就成立咗合益公司，公開招股，每股2元，一共籌到1萬股嚟建墟。所以合益公司就成為元朗新墟嘅墟主，同新界其他墟市嘅組織比較就有啲唔同啦。因為合益公司嘅創辦人多數係讀書人，所以公司裏面設有孔子神位，同時每年嘅孔誕都有慶祝嘅。聽合益公司嘅董事講，佢哋係以不牟利同埋辦好地方上嘅慈善福利事務為目標嘅。至於經濟嘅來源，主要係收取攤檔鋪頭嘅租金同埋墟場工程嘅稱傭。以前墟期嘅時候，所有墟場上嘅買賣都係要經過合益公司嘅公稱嚟稱過嘅，而合益公司就收返手續費嚟做稱傭。不過近年嚟，合益公司逐漸將五合街嘅鋪位賣俾租戶，而家佢擁有嘅土地只係剩返幾間鋪位同埋嗰5條街道嘅地面面積啫。元朗新墟即係五合街，位於而家嘅市中心，由合益街、合和街、合和後街、合成街同埋合法街呢5條合字頭嘅街所組成嘅。呢度嘅建築物只有2-3層高，樓上就做住宅，地下就做店鋪。以前有成100幾間店鋪同埋攤檔嘅，主要係經營糧油雜貨同埋穀米填料。以前元朗嘅絲苗米係遠近馳名㗎，除咗本銷之外，仲分銷去上水、沙頭角，甚至南洋一帶添。而家嘅五合街雖然冇穀米賣啊，不過仲有唔少店鋪係經營傳統行業嘅，例如元寶蠟燭啦、飼料啦、神主牌啦、鋼瓦啦同埋山貨啦。呢間茂興山貨店係由舊墟嗰度搬出嚟嘅，可以話係五合街最舊嘅鋪頭之一。
至於呢間棉胎鋪，亦係由舊墟搬出嚟嘅，所以佢嘅歷史都好耐㗎啦。據老闆賴先生話呢，最好生意就係戰前嘅啦，戰前即係和平後呢時都幾旺啊！嗰陣時3、6、9喎，逢3、逢6、逢9咧就稀奇，稀奇咧呢啲街咧就企到滿晒人，行到滿㗎啦。喺隔離呢間金鋪只有30年歷史，係有咗新墟至開鋪嘅。戰前本來係賣米嘅，後來先至轉做金鋪。至於呢間有利，亦都同茂興一樣，係由舊墟嗰度搬出嚟新墟繼續營業。開鋪歷史有80幾90年㗎啦。以前除咗賣鋼瓦同埋五金之外，仲有山貨、鞋同埋洋服呢啲物品，十足一間小型百貨公司。係由一天光6點鐘起手做到晚上9點鐘㗎啦，就即係晏晝食飯都唔得閒㗎啦。過年仲緊要啊，追到不得了㗎，人多啊，行路都唔喐得㗎，都唔想啊，行多1、2步都冇辦法㗎。我哋舊時10幾廿個夥計㗎以前。呢位住喺舊墟嘅阿婆，喺丈夫在生嘅時候，兩夫婦都係織羅為生嘅。我先生14歲就嚟學師啦，喺生活都好難啊！14歲嘅年嘢家庭唔嚟喺度學師啊，學師嗰下都冇錢撐噶喎，撐一套衫一對鞋，剃頭一套衫咁樣，都冇錢㗎。學3年啦，學識咗自己同自己翻嚟打工。打工嗰陣時就10蚊一個月，嗰時生活啊都好艱難啊！只人買2個幾先啲緊米咋，都好麻煩揾食。到起一餐粥一餐飯，因為一兒女細，一兒女好細嗰下。嗰時一路買個人錢，一擔一對，收入你個人銀錢1嘅咋，都啱啱夠。其他咩同人田頭同人做催人嗰啲咯，啲幫多手咯，先生啲上圍同人布羅咯，布條爛羅咯。嗰陣時嗰下咧就最好農場，一計農好賣。嗰條梯農場嚟賣錢啲800買嘅，嗰條建築嗰條插嗰泥機喎都幾好，賣錢到幾十擔嘅。咁樣嗰下要個揾啲多食，一毛竹搣落一次就揾到咯。做艱難揾食咯，就可以斬柴咯。去水塘嗰頭咯，太南涌水塘嗰頭，呢度係散好多柴嘅，唔使斬嘅，嚟到幫到咩翻嚟咯，翻嚟賣一個先一斤。揾2餐好難咯，嗰陣時財子樓就唔覺啦，我哋收揾收食都好艱難嗰下。以前每逢墟期，5合街嘅空地就擺滿晒啲小販擔過嚟嘅貨物，嗰陣時真係可以講幾乎乜都有得賣。以前咧，你墟期咧就好多農村嘅嘢賣嘅，包括咧嗰啲穀啊，甚至乎嗰啲蔬菜啊，甚至乎3、6、9嗰啲雞啊、鴨啊，咁啊種啲白鴿啊，樣樣都有㗎啦，有所有農作品嗰啲啊都有賣，甚至雀啊都有一樣賣㗎啦。而家咧就變更啦，由於呢個社會個進步啦，好多嘢咧就嗰啲就售賣人啊去到嗰個場買啦，咁啊自己有啲啊自己攞出嗰個香港嘅大市場去啊，咁啊而家指定咧就係啲鴨啊同啲雞啊嗰啲菜嘅3樣嘅啫，鴨啊同埋啲雞咧都係咧依照咧傳統落嚟3、6、9啊，即係舊歷嚟計算㗎，初3、初6、初9啊。13、16、19、23、26、29咁嘅，雞好早㗎，時間咧4點鐘就嚟㗎啦，7點鐘就收市㗎啦。嗰啲鴨咧就平均就下晝嘅，點解咧？由於啲鴨咧就係唔等得熱㗎，啲熱咧佢超過熱咧日光啊、勁啊，佢就會死㗎。佢成年咧就喺啲水嗰處生活㗎，所以一上岸咧就成日會飲水㗎，一唔飲水咧啲鴨就死㗎啦。點解唔見你哋稱啲鴨嘅？由於啲鴨咧，佢咧養得啲好準確嘅，平均啲鴨咧隻都差唔多咧，係咁我斤兩咧，佢就唔使稱嘅。假如啲鴨咧又大又細咧，佢就要稱㗎啦。我啲處有稱嘅，一樣俾佢稱。但係啲雞咧就要稱啦，有啲雞咧就唔得橫巡啦，多數都太細隻。
啲鴨咧就平均一律都係差唔多嘅。假如事實係上佢有呢啲鴨唔多雲長大細隻啦，佢一定都係蠢嘅。以前呢個豬，由於啲豬呢家下咧就好少啦，點解咧？舊時啲豬咧鄉下人咧，你養一隻，我養一隻，三兩隻，咁啊所以零售商啊執埋有個墟期賣啦。而家都冇啲科啦，個個都唔養豬啊，即係啲農場養出個大幫啊，過百咁養啊，職業化噶啦。咁啊嗰啲咪係咪出去欄啦，成車出欄啦？呢個墟期就冇啊，鴨冇豬啲科噶啦。以前嘅稱傭係2個仙，而家啲鴨雖然唔使稱啊，不過每隻都仲收翻2毫半手續費嘅。呢啲阿嬸係公證負責人請翻嚟幫手搬啲鴨上落車同埋灌水嘅，每隻就收翻1毫。假如將來取消雞鴨墟呢，佢哋就失業㗎啦。一個墟市亦都會經過初生、成長、成熟、衰老同埋死亡呢幾個階段嘅。由於交通發展同埋新市鎮興起，使到呢個昔日新界最大同埋最出名嘅墟市，亦係目前僅存嘅傳統墟市，好快就會消失㗎啦。元朗嘅中心喺315年前由大橋墩市搬到去舊墟，再由舊墟搬到去新墟，再由新墟發展成今日現代化嘅新市鎮。而家元朗嘅居民每日都可以去附近嘅超級市場買佢哋所需要嘅物品，但係唔知佢哋有冇諗過喺300年前，佢哋嘅祖先往往為咗一啲糖或者一啲鹽就要等墟期㗎啦。而個墟仲可能係幾里遠，甚或10幾里遠。